来看桃园的莲花季的活动哦，已经办第27档了。今年是以生态环保做主题，利用稻草这款农业的废弃物来做装置艺术。也毋过哦，所有游客为着要翕相，伫装置艺术顶头八悬八低哦，实在是真离谱。农业局嘛表示讲，会来放大告示牌，嘛来加强巡查。桃园莲花季会场，穿白衫、长头毛的小姐，规个人爬起哩装置艺术，一个啊盘腿坐伫莲花顶，一个啊搁徛着靠伫甲巴顶，互朋友为翕相。民众看到是真生气，表示明明边仔都有写“请唔通碰”的广告，也爬起哩。这好像不好啊，会破坏啊。因为这可能也是人家的心血。这样坐在上面可能也不太礼貌。我是不建议做，因为大家要爱惜它，可以给其他的民众来欣赏。桃园莲花季活动进入第27年，今年特别推出用稻草为主的农业的废弃物，以生态环保主题做5组装置艺术，卡苗结合保育类动物。台北车甲巴甲莲花意象，农业局表示，虽然有加强结构性的安全，也毋过毕竟毋是建筑物。建议翕相出境。我们希望他们夏天在户外游玩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场地，然后但是也要安全，所以我们会把告示牌做更大一点，然后也会加强现场不定期的巡查。请唔通摸的告示牌就踩伫涂骹。当年7至8月期间是观音莲花大开的季节，当地更加有北观音、南北河的讲法。装置艺术主要是提供予游客翕相留念，刷定有防破坏情况发生，未少游客感觉就算无看到，也应该发挥公德心，爱惜公布才对。农业局除了会加大告示牌，也会加强巡查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